乡亲啊，追求这个司法正义，全面是真期待。但是若去互冤枉的，搁要安怎来平反呢？这个案件主角，伊做公务员32年，煞伫1夜之间变做囚犯。伊就是经济部水利署第8河川局的前局长赖定虎。2005年，一件整治河川的工程，因为厂商的小铺有寄一条10万块的汇款，互赖定虎卡着地方选举的案外案，防判有期徒刑7年。问题是人证甲物证拢不足。赖定虎伫入狱的期间，监察委员主动调查，检察总长嘛提起着非常上诉2解，但是拢无法度争取着再审。2014年，赖定虎假释出狱，担任特教老师的查囝赖和营提起相机拍这个纪录片，深刻来记录着受冤枉的家庭的心路过程。就算这平稳的路途要真遥远，但是伊也是坚持要捍卫清白，期待拍开再审的大门，得到无罪判决。到底有冤没有冤？如果你一直是这些检察总长或最高院的法官，都不会成立的了。一直捏造说我图利杀死伤，一生为国奉献，蒙上这个冤案的耻辱。如果他一天不能够获得平反的话，他就永远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对司法制度来讲，冤错案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有生之年的一命，不是只有平反呢。孩子们要我安心去，说他们一定会一起全力照顾他们的妈妈。我对儿子说，记得去看阿公阿嬷。94年的2月，那是我到报局当局长的第2年，东部他需要砂石当建筑材料，所以我们就发包了那一件那个叫做苏建工程了。伫咧公务体系服务32年，水利署第8河川局前局长赖定虎，2005年因为牵涉一件沙石箱的乌西案，被判7年有期徒刑。我这个案子是案外案，是当年地方9合1选举检调去搜索，造纸厂好像是金主，结果说账册全部被收走，那账册里面有出现。寄了一笔10万块给局长，我根本没有收到，也没有人送我啊。他刚才就把那个2010年12月，老爸告诉我他要去上学了。我不知道他把坐牢讲成上学，是想要安慰我们，还是激励自己。但我知道，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家人的生命再也不一样了。2009年，台东地方法院法官在咧审理期间，拢总开7摆庭。法官认为，讲乌西人除了爱交付乌西事实，佮必须证明公务人员有妨乌西，袂当跟人辩相对阵，但方文书就推定已经接受乌西事实。一审结果，赖定虎被判无罪。收到一审的判决书，自我安慰说没有还我公道，检察官上诉，安慰有说局长。你不要担心，通常他们都会上诉。2019年8月，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法官认为，河川局长挂记沙石业者应该改做刑事合同勒索文书。当时沙石上小铺记载交付10万块乌西，两者之间有所谓的对价关系。2审判决翻转，赖定虎获以贪污治罪条例，被判有期徒刑7年。2019年10月，最高法院拒绝赖定虎上诉。专案定案。我那没有想到2审的法官他就开2次庭。那法官一出来，开口第一句话，你们这些当主管的胆子也很大，部属签字不同意，你们居然敢给他同意？如果是我是不敢啦，我就知道完了。第二老爸。你想过最好的结局是什么吗？
成为这部片的主角，你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地方抗议路园砂石场经过社区，赖局长说好，我要求砂石场要改道走河道，保护居民的安全，弄得砂石场很麻烦，花了很多钱去建河道，结果呢？那个检察官竟然认为是砂石场送钱给赖局长，要他让他可以改走河道，这个盗火为因，根本违反事实的这个认定。啊，你为什么要把监狱的东西带回来？那些东西陪着我去经历那个生命经历，但是生命不死，通常都是要经过辛苦。突然面对这种变故，很痛，但是还是撑住，马上就想，还是要面对啊。所以我就用一种信心，觉得我要去参加战斗。我跟他太太讲说，那关过来也不晓得经济里面会碰到什么啦，但是是精神抖擞。在2019年大政府宏观进程监察委员沈美珍庇护性自称主动调查，这件来自民间司改会侦查案件，检察总长判伫咧2010年和2013年2摆提起非常上诉，拢扣最高法院下顿派。好，就不能在这边了。我们好不好？我们给总统。如果要澄清要澄清，我们府方来协助你，谢谢，好。好。府方能够协助吗？府方无能为力，叫做司法不干预司法，法官乱搞，不干预司法。协助你到府方用。我妈去总统府抗议，我跟着去，然后我做一些简单的记录。一个部分是我要保护她，因为只要手上拿摄影相机什么的，其实宪兵跟警察就会有点顾忌。我其实那时候很 shock，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站在那里那样，我妈会穿成这样，然后在那边做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把录影录下来。不是陈情，这是抗议，是投球，我会做到天亮的。有过去的计程车司机，或者有人都故意在伸出头来看看我，他们不相信有一个女人会在那里陈抗，他们就给我这样子，所以我就给他们比赞比回去。我先生关3年多了，关1111个日子了，天黑太久了，我要等到黎明，我要等到司法的黎明。单纯就只是基于说我要保护他，然后我要做记录下那一刻而已。大好刑是特教老师，因捌想过有一天会摕相机翕纪录片。啊，查甫主角是家己有关过红馆的爸爸。赖政府行出感觉后的一撮家族旅行，催生春破家书。没想到，海关说你在外国人入境卡上勾选了自己有犯罪记录，依法要被遣返。如果他一天不能够获得平反的话，他就永远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我希望赶快帮他平反，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任何时间地点，因为他的这个贪污的这个污名而再被弄。我觉得我好像活在一种无时无刻都会发生事情的恐惧里面，所以就是这种恐惧感促使我决定要去拍这个片。他去摘那个橄榄树上的橄榄，然后走过来，拿到我面前给我说这是他种的，对，那是我拍淳朴花园的第一颗镜头那样。妻常在信中勉励我，使身边人人如沐春风。信尾总叮咛，念佛回向人土3000人世，吉祥平安。河川整治是赖丁府医生最热爱的工作，不过却也因为整治工程，让他蒙受贪污罪名，入狱服刑。虽然已经出狱10年，至今他仍不放弃，持续为自己的清白努力。
没有尝试过这种喊冤，然后叫天天不应这种你自己要承受一辈子又完全改变这个确实是这司法制度不可承受之重，冤错绝对是不可以的，即使是只有一件也要去处理。赖丁府案的上册有问题，是检察总长发现领钱的流水账里面记载，老板娘领了10万块钱，说要给那个水利局的局长，可是分类上的记载那个部分被失掉了，也就是说他只能够证明老板娘有拿了10万块钱，但是并没有证明这个公司真的有支出10万块钱，更没有办法证明赖局长有拿这10万块，这个是这个案件重大的疑点。赖局长受冤枉我心里也很痛苦，我也不是说刻意。刻意去那个，这样子你这样讲说刻意你先听我讲，这个在法律上，我很痛苦的。不是。因为你，我很对不起你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平反我真的我下辈子做牛做马，真的，哇进京我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很不高兴的指着他说：“我需要的不是你的忏悔，我要你告诉我，那10万块钱如果有送出去，你是送给谁？因为我没有收到。我的律师以前是检察官，他说他担心那个法官，他说对我不利，然后认为那个我在演戏，在套招，被他讲中了啦。马上很快的我就接到判决书。”无罪辩弃的一个刑事案件，万一有误判、错判的话，再审你被告可以请律师自己申请，但通常不准。为什么？因为要准你开始再审的也是法官。那法官想说被法官判的，我准你再审，那我不是打另外一个法官的嘴巴吗？我有时候还有羡慕古代帝王时代还有包青天，还可以拦轿喊冤。现在台湾民主法治国家，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同样一个体制。检察官承认我自己起诉错了，法院法官承认我自己判错了，他有他的困难度啦，所以我讲说有时候要靠运气的原因就在这边。你现在看这个水，脑海中第一个闪过的是什么故事？一生就是做这个职业，我有尽力在做我有做的事情。捌伫咧4号局局长林台用提案政策，强制跳掉落水溪21间沙石场，所伫咧担任8号局局长时，因为一笔厂商小报记载，后来政府将在台面下受审犯行，一张4名内底正含教育，颠覆规家人的文凭。我其实觉得不会有发展我其实觉得我现阶段我对我父亲的案子蛮没希望的，因为如果律师那么厉害的人，这么懂法律专业的人，他们都觉得这个案子非常困难的话，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想平反的不止赖丁湖一个人，太多人想平反，但是到底有冤没有冤，也不能你喊冤就是喊冤嘛，就是冤嘛，不一定嘛，所以一定要有人过滤。但是如果你一直是这些检察总长或最高院的法官，或者是高院的法官，都不会成立的了。2017年，司改国事会议内底讨论有关降低冤案发生和强化救济机制，因美国法有所谓的独立刑事案件审计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 CCRC 制度，他山之石就会照镜台湾该要如何做好。CCRC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有一个不是在司法体系里面的组织，但是政府授权，通过法律授权成立的一个组织，里面有法律人，有非法律人，然后去区辨冤还是不冤，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出来。那如果以台湾来讲，现在有公民法官嘛，如果有陪审的，也许可以陪审；如果没有陪审，只有公民法官。那这个就有它的价值，就是说可以去让冤案有路可走。监察院司法委员会统计，2015年到2020年，监会调查报告总数是377，其中133件是真审类案件，含且建议提起非常上诉，或者是再审的有90件，占超67%。
这含请检举最新案件内底，7年来有43件，法务部提起再审的比例不够2成。分析这8件提起再审案，虽然有4件是得到保吹，不过某2案是靠法院提倒来。送钱的老板娘亲自出来说，也在法庭上说，她绝对没有拿钱给赖局长，那笔钱她是自己拿去挪作她用。这个是在法庭中已经采认过这个相关的证据，根据我们现在的再审相关的规范，是没办法拿来做再审证据的。另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监察院司法委员会函请检举提起非常详细案件，为2005年到2020年9月，拢总47件。由检察总长提起非常详细有14件，搁一摆进入司法体系审议后，有9件却提倒来。提倒来比例超过6成，平反若要一路过关斩将，险路共款搁藏真侪变数。这个 CCRC 的终极解决还是要用司法判决去推翻司法判决，但是开启的门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把关，不要在自己司法制度里面去处理。做判决的人就是人嘛，人一定会有错，避免那个错误啦。每晚躺在床上，与其做睡前 talk， 我说里面有他未知之情，他说外面有我未知之情。我有受害者跟他的家属看了我的故事能够产生正向的那个正能量就是还是要努力的、勇敢的继续过日子。我就是这样子啊。